景气循环股投资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经济周期所处位置，在经济周期的谷底进行布局，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。产能满载，报价创新高，订单爆量往往预示着股价高点临近。PMI、库存变化、报价趋势、产业毛利率是重要的参考指标，投资者应密切关注这些指标，警惕市场过热信号。循环性产业的盈利波动剧烈，不能仅凭一季的财报进行判断。报价趋势是重要的参考指标，例如钢铁、水泥、航运、记忆体等产业，价格上涨往往带动盈利反转。关注库存变动，上下游库存增加可能代表需求转弱。不要用静态本益比估值，高峰时本益比可能很低，但实际是高风险区域。应结合多种动态指标综合评估循环性产业的投资价值。投资循环股需制定明确的进退场策略，避免情绪化交易。预设停利点、停损点与目标价，达标后及时退出。资金管控与持股比例至关重要，避免重仓循环股，与其他类股搭配分散风险。关注外资与法人动向，主力资金进出预示周期变化。